我係你嘅室內設計師 Jason。今日我哋要嚟傾下好多人都中意嘅日系原木風格。好多人中意呢種風格，因為佢乾淨簡單，充滿自然氣息，住起嚟真係讓人身心放鬆。但係喺裝修嘅過程中，好多人會唔小心就做錯，最後增強整得唔似日系風，反而越睇越似廉價出租屋，咁樣真係太可惜啦。所以今日我會用最簡單嘅方式話俾大家打造日系原木風嘅5個秘訣，俾你個屋企唔單止好睇，仲充滿質感，住得舒適又高級。準備好啦咩？咁我哋就開始啦。首先，日系風格最重要嘅基礎係色彩嘅層次感。好多人為咗打造原木風，會將空間裏嘅顏色全都設計成單一嘅木色調，結果屋睇起上嚟毫無變化，單調到似冇裝修過，甚至有啲廉價感。所以正確嘅做法係喺同色系中打造層次感。咩意思呢？比如你可以選擇米白色作為主色調，搭配淺木色嘅家具，然後再加入啲淡黃色、淡綠色或淺灰色作為點綴。呢啲嘅顏色之間嘅對比度唔好太高，最好係柔和過渡，想整體睇起上嚟和諧又自然。呢個就好似一杯抹茶咖啡，底色係溫暖嘅奶白，搭配淡淡嘅綠色層次，飲落去就俾人覺得舒服又治愈。你個屋企都應該俾人呢種感覺嘅。另外，唔好忘咗區分材質嘅層次感。日系風裏面可以加入一啲自然紋理嘅木質家具、亞麻材質嘅布藝，或者使用一啲霧面嘅飾品，呢啲細節都能讓空間變得更加豐富。跟住落嚟，日系風格嘅第二個重點係簡約又實用嘅家具。日系風最大嘅魅力就係佢嘅簡潔，呢個意味住我哋要避免選擇嗰啲裝飾過多、設計過於複雜嘅家具，譬如嗰啲帶有雕花設計嘅櫃子、誇張嘅燈飾，或者過於華麗嘅手柄，呢啲都會破壞日系風嘅簡約感。咁該點揀呢？其實好簡單，選擇線條乾淨利落嘅家具材質上以木質為主，顏色則偏向淺色系，譬如淺木色、米白色或者灰色。如果係收納櫃，可以選擇冇手柄設計或者隱藏式嘅手柄，讓整體睇起嚟更加簡潔。另外，家具嘅實用性亦都好重要。日系風格強調功能性，家具不僅要好睇，仲要實用。比如一個多功能嘅收納櫃，不僅能收納物品，仲能夠當作展示架，或者一張小巧嘅摺疊台，可以根據需求自由調整。呢啲都係日系風裏邊常見嘅設計亮點。記住，簡約不等於無料，實用先至係關鍵。接落嚟係燈光，呢個係日系風格嘅靈魂之一。首先，日系風格非常注重自然採光，如果可以嘅話，最好喺房間裏邊設計一個大窗戶，讓陽光可以充分灑進室內。呢種自然光源不僅能夠增強空間感，仲能夠讓成個房間充滿暖意。但係如果採光有限，咁就需要靠燈光嚟營造氛圍啦。日系風格嘅燈光講究柔和同埋溫暖，所以建議選用暖黃光嘅燈具，譬如吊燈、掛牆燈或者落地燈。呢啲燈光唔單止能夠提升空間嘅溫馨感，仲能夠讓房間睇來更加有層次。你亦都可以試住加入間接照明嘅設計，譬如喺天花板或者牆壁上安裝隱藏式燈帶，呢種柔和嘅光線能讓空間變得更加舒適。最後記住一個小技巧，燈光層次感好重要，唔好淨係用一啲頂燈，試住搭配多層次嘅燈光，比如着燈、落地燈同埋掛牆燈嘅組合，讓空間更加有設計感。第四個重點就係布藝嘅選擇。布藝係空間裏面非常重要嘅元素，因為佢唔單止能提升整體嘅舒適感，仲能直接影響空間嘅氛圍。日系風格嘅布藝講究自然與質樸，所以喺材質上棉麻絕對係首選。譬如窗簾可以選擇柔軟嘅棉麻材質，顏色以米白、茶色或者咖啡色為主，呢啲顏色能讓空間睇起嚟溫暖又放鬆。另外，千祈唔好揀拼色設計嘅窗簾，嗰種花哨嘅設計真係好容易破壞日系風嘅簡約感。沙發、抱枕、地氈等亦都可以選擇同樣柔和嘅色系同材質，比如
米色嘅棉麻抱枕搭配淺灰色嘅沙發，再鋪上一張低調嘅原木色地氈，整個房間馬上就充滿咗自然氣息。同埋一個小技巧啦，試住用層次嚟搭配布藝，好似窗簾可以加層紗簾，既能增加視覺嘅層次感，仲能讓光線變得更加柔和，輕輕灑進房間，就好似森林裏邊嘅微光咁樣，讓人心情平靜。最後一點，亦都係日系風格嘅靈魂——收納。日系風格嘅整潔感，恐怕咗就係靠收納嚟實現嘅。先問下自己，屋企係咪有好多雜亂嘅嘢，隨手亂放？如果係嘅話，咁你一定要好好學習呢一點。收納嘅關鍵係分類清晰，讓每一個物品都有自己嘅歸屬。呢個並唔意味住將嘢全部塞咗去櫃咗裏面就好，而係要做到易拿易還原。比如你可以選擇一啲帶有隔層嘅收納櫃，或者使用收納盒嚟將物品分類，讓空間睇起上嚟更加整潔。同時選擇簡約嘅收納設計，避免過於華麗嘅裝飾，咁先至能夠保持日系風嘅一致性。記住，整潔唔單止係視覺上嘅享受，仲能夠讓你嘅生活變得更高效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打造日系原木風嘅5個小秘訣，從色彩層次、家具嘅選擇、燈光嘅設計到布藝同收納，每一點都好重要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仲有開啟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更多關於室內設計嘅實用分享咯。我係 Jason， 俾我哋一齊將日系風嘅美學融入生活，創造一個自然又溫馨嘅家吧。我哋下次再見嘅，拜拜。